后来离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剩最后的46天，盖洛普来公布着上新的民调，民进党的赖萧配31.01%排第一，国民党的侯康配30.94%，则是赖萧配0.07%，样样要拍成平手咯。啊，民众党的郭英配是18.12%，支持度是落破着2成。啊，讲国民党有制定3大战略，其中一步就是要打赖试科，拍赖清德去瓜问题，要甲瓜问题边缘化。如果这个趋势下去的话，我想死亡交叉迟早有一天会到来。高上新的民调到底向红死亡宣告0.07，大概就差了1800多票，那这个部分相距是非常少的一个票数。姚团口侯友宜问过副手的戴孝廷出现公布民调，侯康配30.94%，和赖萧配之间是争差一丝丝啦。来看郭英配大高村无够2成。第三组人如果说可以被转移的，那就看前面1、2组。到底被谁转移去的比较多？统计学博士用教科书讲法，但不歹理解，用白话翻译都是这个议题。4年前我帮郭台铭选的时候，他也提出内阁制，也是我跟他的建议啊。年轻朋友如果支持柯文哲的内阁制，支持我们嘛？在现阶段你自己看嘛。民众党要当选不容易了。开始操作起步效应，侯康配定3大战略，先招亲南选民归推，过来就是拍赖去瓜，上尾一步团结回力，因为另外一份联合报民调，侯康配嘛敢若输赖萧2%，不如过来看选民年会分布，40岁以下赶快是瓜问题的优势区，不过60岁以上那边的雄有个真亏。我也问年轻人，我说你为什么支持隔壁？他很好笑啊。好笑，那好笑就可以当总统吗？哦，这个差太远了吧！提出战斗会议，空战赵少康、韩国瑜，说落来侯友宜全力主攻进出牌。啊，那部分区立委组工团就由韩国瑜领军，对民进党破坏诽谤，甚至联合作战。大鸟爸爸头战队成员，就是希望当学蒋万安胜选的保守，来拍赢3卡土的复杂局面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